乡亲若要出国来游览，嘛要注意这个常识。讲无人机顶的湿度只有20%，比沙漠要较低。所以，伫无人机顶，若是啉酒、啉咖啡、啉这种利尿的饮料，更加会脱水，会愈啉愈喙焦。也阁有人是真爱啉汽水，讲嘛因为气压的变化，致使着腹肚痛、腹肚碰风胀气。所以，伫无人机顶都是啉白滚水上妥当。欢欢喜喜坐无人机要出国去佚佗，抑过真侪人拢唔知影讲，无人机顶的空气较干，湿度较低，真够脱水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嘴巴一打开，那可能又造成了我们的呼吸道更干的状况发生。那我觉得在飞机的时候戴口罩也是蛮不错的，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呢，可以维持它一定程度的湿润度。因为伫机舱内湿度无超过20%，甚至比沙漠的25%搁较低。一般的厝内湿度上无毛30%，所以讲袂管事。那如果你来的是日本的话，那基本上瓶装水是非常方便取得的。那如果说是去其他国家的话，还是建议自己带个水杯装个水，然后上飞机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补充水分。怕民众会脱水，那这时候我们特别要避免一些比较甜或者是高浓度的饮料。那这些饮料因为在你的肠胃消化的时候，会进一步需要吸收身体的水分，那造成你脱水的现象会变得更严重。伫无人机顶有袂少的饮料嘛会避免，像讲咖啡类、酒精类的甜的物件，更加会脱水。另外，大家爱啉的汽水，因为气压的变化，啉了会胀。并甲嘛要注意，比较高的航班呐，虽然机舱会加压，但相对的压力还是比地面稍微低一点，所以这些汽水在你的胃里面会容易产气，那容易变成比较大的气泡。特别是坐长途无人机，更加需要这个水分，你唔通看轻这杯水，这会当互你坐无人机时更加舒适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